再来看内政部统计哦，到4月11日，全台湾因为4月初3花莲大电动风打红单的建筑物有51件，黄单有92件。内政部长林佑昌是表示讲，除了协助细厝登记修理厝的贷款利息补贴，内政部强哦，上济会当补助450万。另外，大高线苏花公路的下清水桥登记交通中断，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讲，苏花安的计划哦，4月底进前会来针对环评小组意见补件，121年完工的目标无改变。4月初3地动了后，花莲的灾情是真严重，除了造成人员的伤亡，还佫出现建筑物受损、放弃等等的灾情，未少细厝的人无厝通住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到4月11日为止，经过专家人员现场会勘了后，已经确认建物受损的是红单的，全台湾有51件，黄单的有92件。地动了后，这受损的厝要安怎修复甲重建，安怎安置灾民协助因的生活，嘛引起朝野立委的关注。早起内政部长林佑昌伫立法院表示，除了提供多元细厝协助方案、主体重建或者是修理利息的补贴，内政部强上济补助450万。常设性的重建单位进行这样子的补强的业务规划吗？我们本来的机制都在哈，那我们平常都有补助地方政府哈，它如果有耐震补强等等，它可以来跟政府申请。好，不过并不是30年以上的房子，它就是危险的房子。仅仅是东华大学。各县市政府有非常多的大专院校，里面都有理化工的实验室。化学的实验室的话，它的一个防灾的相关的准备的工作，包括它的一个器具跟资源，这个必须要做整体的一个检讨。这个地动嘛，致使台九线苏花路龙的清水桥断去，路袂通。目前路口边1930年日本时代旧桥当作临时的便道通行，每一天采三个时段管制单线通行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讲，目前正在推动苏花安的计划，这个路段嘛，来做是改善的路段。今年2月，环评专案小组提出真侪意见，按照4月份送专案小组转上环评大会，121年完工的时程无改变。今年的2月，虽然在环评的专案小组有很多意见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收集意见，议定在4月就送进这个专案小组，然后转这个大会。那我们的目标就完全都不变。王国材表示，苏花安计划内底，河仁到中德这段，就发生包括去年大清水南平磅空口放弃，还有即届大清水磅空口的桥断去2届严重的灾害，所以为可行性到综合规划，针对河仁到中德这段做调整甲改变，会甲2.5公里短的磅空改做是10.2公里长的磅空，减少行车的风险，推动苏花安，让花东的民众有上安全的路，这是第一要紧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